乡亲啊，咱就继续看这个火车的司机员合作袁顺修，伊不幸来殉职，家属是非常的悲伤。伊的太太甲儿子来到殡仪馆，甲对这个工课真有责任心的袁顺修讲：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会当放心回来厝咯。另外，有铁道迷翕到这个袁顺修驶火车最后的身影。当时伊是真专心在驶这个火车，想袂到10分钟后发生着不幸，实在互人心痛。第几天的陪伴不幸殉职的袁顺修的太太和阿姊来到殡仪馆，虽然真心痛，阿姊也是要甲小弟讲，无要紧，你的任务已经完成啊。就是把弟弟安全的带回家，这样子对，让他，因为我们告诉他说你任务完成了。一直以来对做工课拢真有责任感，就亲像铁道迷翕到这最后的画面，心情专注，甲每一摆出勤当作是上重要的任务。想象会到10分钟后，因煞拄到安内意外，这画面嘛变作司机员上尾的身影。我们也知道说他有一个责任感，对，所以我们也说你要把所有的顾客都呼唤出来，这样子。总是会讲到做工课的代志，时常和太太分享做工课日常。这份工课让袁顺修感觉真骄傲。不过一场工程车的意外，伊带着敬业的工课态度离开，留下妹夫和伊共度幸福的太太。这一切拢让人看甲真不甘。